主后2024年4月初1，每日圣安公读经。圣安公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16章第90到20节。礼拜日透早，耶稣过活了后，大圣对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捌甲伊赶出7个鬼，伊去甲遐个缀耶稣的人报告。迄时因伫哀伤啼哭，因听到耶稣过活，阁有互玛利亚看到，因犹毋信。这代志以后，有2个门徒行路要去庄骹的时，耶稣用别款的形象对因显现。因转去甲其他的人报告，毋过遐个人拢毋信。后来，在个使徒伫食饭的时，耶稣对因显现，伊责备因毋信甲疑心，因为因无信看到耶稣过活的人甲因讲的话。耶稣甲因讲：恁着去全世界，对所有被造的宣扬福音。信来领受洗礼的人会得到救，毋信的人会受定罪。信的人会行下面这个新约，因会奉我的名赶鬼，因会讲新的语言，因抓蛇也是啉毒，嘛袂受伤害。因甲病人看手，病人会得到医好。主耶稣甲因讲这个话了后，受接上天，坐伫上帝的正边。门徒出去逐所在传福音，主甲因同工，用因所行的新约来证实因所传的道理。圣安公的性命。你相信耶稣对死过活是无？伫马可福音16章关系耶稣过活的记述，出现真侪无共的人物。有诶听别人讲述耶稣过活的见证，有诶亲目看见过活的主。总是经文中好出现的字句，却是因毋信。作者亲像有意表达人性对过活事件的恐惧。安尼的毋信，正真实描述当龙时的门徒甲军队者内心的想法。对照下面，也通诚侪对咱的提醒，帮助咱检视对过活的主耶稣的信心。马可福音论到无共的人物，伫第一现场经历耶稣的过活时，因拢充满惊讶，搁拒绝接受这是事实。这也显示人性本质真恶直超越固有的经验，所以并毋是看见也是听见就会当接受耶稣过活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因为安尼，14节记载。耶稣拄伫食饭的10个使徒显现的时，责备因，因为因毋信甲疑心。伫这疑心，真有可能是指因对耶稣的死抱持深信不疑的态度。后来，遐个相信耶稣过活的门徒，伫使徒行传内面受称做是扰乱天下的人。对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，相信耶稣的过活是生命改变的关键。对遐个亲目看见耶稣受难的学生来讲，经历伊的过活大能甲同在，互因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。历经2-3年严重的武汉肺炎疫情，教会和所属机构拄到真侪挑战，人员流失和奉献减少，差不多是共同的困境。若是信仰体制的强化
甲失去信仰热情，若像是互人员流失的主力。因为教会过度关注内部的问题，直到无力向社会见证基督的大能。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描述无共的人拄到告我的主相反的反应，毋信，凸显人欠缺信心佮疑心，往往受具有经验的限制。人只有愿意面对告我，谦卑放下家己，承认有罪，才当改变，开启新眼光，才当相信佮经历告我。伫台湾，袂少基督徒若像诚做一种礼拜日才上教堂的身份若定，失去初代教会迄种信仰热忱，个人也是信仰团体无度搁再展现出告我的主的气力。过去的信仰前辈和宣教师，无论伫社会政治的改革、医疗传道，也是宣教事工的参与投入，拢是伫教会上困难的时代，带来美好的见证和影响。信心会开启人内心的双眼，有信心才会当真正看见告我的主。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功课，也是宣扬告我基督的力量。告我的基督是改变咱内在生命的关键，互咱怀抱信心，拥有新眼光的生命，搁再伫台湾社会见证基督的告我大能。默想，伫跟对耶稣基督的生命历程中，我是毋是真正经历告我的主？新眼光的生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甚物款的改变？伫跟对耶稣基督的生命历程中，我是毋是真正经历告我的主？新眼光的生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甚物款的改变？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赐的恩典，就算有时阵我也无法度完全相信，也求你开启我的目睭，互我因为告我的主，伫生命艰困的时刻，会当经历你的带领，深知你是以马内利的主。愿告我的主成做我生命的愿望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